Hello， 大家好，我係珠海大鵬啊。咁今期嘅話就同大家咧拆解一下港珠澳大橋同埋深中大橋呢兩條超級基建嘅項目啦。咁從構思到落成咧，咁到最後嘅一個通車使用情況，以及一啲收費嘅標準啦。咁睇下港珠澳大橋同埋深中大橋各有啲咩嘅優勢呢？又適合啲咩類嘅人群去使用嘅？係啦。咁第一點呢，咁同大家講下啦，一個港珠澳大橋全長嘅話就係55公里嘅，咁喺2018年呢已經嘅話係通咗車㗎啦。咁連接嘅就係香港、珠海、澳門三地嘅，咁規模係屬於世界頂級嘅水平㗎啦。咁深中通道呢就係全長24公里，咁2024年先係正式通車，咁連接嘅就係深圳同埋中山呢一邊啦。咁佢嘅整合咗橋梁啦，同埋一個人工島啦、隧道啦、水底互通4種嘅設施。咁技術難度呢，同綜合嘅一個水平嘅話都係超級之高嘅。咁講到一個基建嘅成本啦，咁港珠澳大橋呢耗資咗1269億嘅人民幣，咁屬於嘅話係高投入超級工程。咁深中通道呢就係造價約460億人民幣，咁成本嘅話相對嚟講係低一截嘅，咁性價比嘅話睇落去嘅話係比較突出。咁再講到一個世界紀錄啦，咁港珠澳大橋呢嗰個係海底隧道，全長話係6.7公里嘅，由33節一個沉管去組成，咁係全球最長嘅一個跨海沉管隧道。咁深中大橋嘅話就係一個用船索橋即係嘅話係世界最大嘅一個跨境同埋跨海嘅鋼箱橋梁。咁兩條橋一個基建領域嘅話都係一啲代表作嚟㗎啦。咁各有各嘅技術亮點啦。好啦，咁第二點呢，咁就係一個時間嘅成本同埋一個車流量嘅實測啦。咁講真啦，興建跨海嘅通道呢，核心嘅話目的之一就係嘅話節慳我哋嘅一啲出行嘅時間啦。咁間接嘅話係降低咗我哋嘅一啲成本嘅。咁同時嘅話係帶動咗一啲沿線地區經濟嘅往來。咁以前嘅話去香港、去澳門同埋嘅話珠海呢，係陸路嘅話係兜轉咗，起碼要3個幾鐘，咁坐到腰都直晒㗎啦。咁而家呢，我哋經香港嘅港珠澳大橋過嚟呢，45分鐘就可以到達。咁得閒嘅話，興致一起身嘅話，突然之間就可以踩過嚟呢邊嘅話，都係好方便嘅，飲個茶都 OK。咁另一邊呢，咁就係嘅話深圳去中山啦。咁以前嘅話係要繞過嗰個虎門大橋或者係廣州嗰邊嘅方向，咁路程呢唔使講啊，更加咁遠啦，係啦。咁而家嘅話深中通道嘅話通車之後呢，半個鐘就可以嘅話往來呢個兩地。咁有唔少嘅深圳人啦，試過收工嘅話過去中山呢一邊食宵夜。食完宵夜再返屋企時間嘅話係完全夠用嘅。咁至於嘅話車流量嘅方面嘅話，港珠澳大橋呢通車至今累計嘅呢一個通人個次數呢係已經超咗1億㗎啦。係啦，咁可見嘅話係受歡迎程度呢係深中通道更誇張啦，唔使講。咁通車時間嘅話唔長，但係嘅話日均嘅嗰個車流量嘅話穩定喺8萬架左右一日。喺2025年國慶節期間啦，咁嗰個單日嘅紀錄呢刷爆咗15萬架次數嘅數據啦。咁通行壓力嘅話其實係唔細嘅，咁算得上嘅話係珠江口最繁忙嘅通道之一嘅。好啦，咁第3點啦，咁香港人呢出行嘅選擇啦，咁邊一條橋嘅話係比較抵玩嘅？咁香港嘅街坊要留意翻呢兩條橋嘅話，適合用嘅場景其實嘅話係唔同嘅。如果你係諗住嘅話去珠海休閒咁去玩呢，咁或者係過呢一個澳門去買嘢食又或者係過去嘅話 happy 下，係啦。咁揸車嘅話登記好咗呢，私家車經嗰個港珠澳大橋嘅話就最方便㗎啦。咁而家港車北上嘅政策實施咗一段時間啦，咁登記嘅車輛呢已經係超過咗17萬輛嘅，咁登記嘅司機嘅話亦超過咗20萬人啦。
咁好多街坊咧已經嘅話係熟門熟路噶啦。咁如果係經常要往返深圳同中山嘅咧，通勤嘅一族咧，或者係去嗰個深圳有啲生意來往嗰啲人士嘅話，走深中通道嘅話就係比較更直接嘅選擇啦。咁而家嘅話係有唔少嘅深圳人嘅話，因為中山嘅樓價相對平啦，咁居住個空間又大喎，咁索性咧都係搬咗去中山嗰邊住嘅。咁每日嘅話係花半個鐘頭時間過橋翻工就 OK 噶啦。咁比起以前嘅話嗰啲個通勤嘅路線咧，仲要嘅話係輕鬆好多嘅。咁2025年國慶期間，深中通道嘅話單日嘅流量係破咗15萬架啦。咁喺目前嘅話，我哋港珠口最繁忙通道之一。好啦，咁第四部分啦，咁同大家講下一個費用嘅攻略啦，同埋隱藏嘅一啲規則啦。咁講到嘅話，收費同埋一個通行嘅規則呢，咁港珠澳大橋嘅話，主要係針對港澳單牌車開放。咁香港嘅街坊嘅話要過橋啦，咁記得係先辦妥我哋嘅一個港車北上嘅一啲相關嘅手續啦。咁深中通道呢，嗰個係通行嘅限制呢，就係少咗好多嘅。咁基本上嘅話係市面常見嘅一啲車型都係可以通行嘅。咁嗰個規則嘅話，亦都係跟住大陸嘅交通規則標準一樣嘅。咁收費嗰方面呢，港珠澳大橋係按一個車型嘅收費嘅。咁私家車嘅話，咁大概嗰個費用嘅話就喺150蚊，係啦，咁人民幣一次嘅。咁深中通道嘅話就係一口價，私家車好66蚊一次人民幣。咁如果係仲支持一個 ETC 嘅，咁自動繳費方便好多，咁唔使話落車去排隊又或者係取卡各方面嘅，咁相當方便啦。咁值得一提嘅呢，就係兩條橋咁係大陸法定嘅公眾假期，對7座車以下嘅私家車嘅話係實行咗一個免費通行嘅政策嘅，係啦。咁識得揀時間出行呢，仲可以慳翻一筆飲茶錢。好啦，咁第5點呢，就係佢哋嘅一個真正嘅使命係咩呢？其實嘅話係細心咁分析呢，就會發現啦，呢一兩條橋嘅定位同埋承擔嘅邊一啲功能呢，基本上嘅話係唔一樣嘅。咁港珠澳大橋嘅角色呢，係更似一個超級聯繫人。咁重點呢，就係將香港、珠海同埋澳門3個城市呢緊密咁綁喺埋一齊嘅，咁促進咗一個3地嘅旅遊同埋物流同埋一啲嘅話係商貿嘅往來。咁背後嘅話係體現咗我哋國家級嘅一啲戰略去佈局嘅。咁深中通道呢，就更似係一個區域協調員咁核心嘅任務呢，就係打通咗珠江口同埋東西兩岸嘅一個聯繫。咁等我哋嘅深圳嘅產業同埋高科技嗰啲等等嘅，同我哋中山嘅製造業可以優勢互補。咁簡單咁講呢，就係深圳嘅研發，中山去生產嘅規模係啦。咁幫助咗兩個城市嘅話，實現咗一個產業嘅協同發展。好啦，第6點，咁佢仲有啲咩嘅好嘢嚟緊呢？咁大家以為啦，大灣區呢一啲橋樑已經夠多啦咩？咁其實嘅話，佢係仲有更多嘅規劃嚟緊嘅。咁下一個備受關注嘅呢，應該就係深珠通道啦。咁目前呢一個項目呢，係處於一個研發同埋規劃當中嘅。咁好多數據顯示啦，呢一個話係採用咗高路同埋一個鐵路兩用嘅設計，將我哋嘅一個基建同埋我哋嘅珠海到嗰個深圳呢通道時間嘅話係盡量咁縮短咗20到30分鐘左右啦。咁換言之，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再加上呢一個規劃中嘅深珠通道呢，將會組成為一個覆蓋珠江口嘅跨海交通網，咁協助打造咗真正意義上嘅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咁將未來嘅週末街坊可以實現到中山飲茶珠海睇日落，跟住夜晚呢就返到香港睇戲呢一啲行程，一日可以玩轉3地，係真係好容易嘅事。咁好啦，咁同大家再去總結一下啦。
港珠澳大橋同埋深中通道一個主打港珠澳三地嘅聯通，一個專注深中同城化嘅發展。咁兩者嘅定位唔同，咁各有各嘅精彩啦。咁又可以互補咗，補充對香港人嚟講呢，係呢一兩條橋嘅話，唔單止係多咗兩條出行嘅路線，更加係擴闊咗我哋一啲生活同埋發展嘅選擇。咁等大家呢去生活半徑變得更加廣嘅，係啦。咁呢啲嘅話唔單止係一座座橋咁佢更加係我哋嘅大灣區融合發展嘅見證，亦都係我哋生活空間不斷咁去擴張擴大嘅證明，係啦。大灣區嘅未來真正靠喺呢啲嘅話係一條條實打實嘅基建通道，係啦。咁帶住嘅話，我哋大家一路向前啦。下次大家揸車嘅時候呢，過海嘅時候呢，不妨嘅話可以放慢嗰個腳步，放慢呢個油門真正咁感受下呢一個超級工程背後嘅力量咁今期呢內容嘅話就到呢一度啦。咁我哋下期嘅話再同大家傾下一個珠海西區嘅崛起，點解呢一個區域嘅話會成為我哋越嚟越多香港人置業嘅選擇呢？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